等一下，我不是收起来了吗？大家午安，今天对明明讲好2点，但是觉得很像可以稍微早一点，我们就快点来开台吧。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好，来，我先设置一下，我把聊天室抓过来一下。那今天我们试一下我们纵行直播，然后再加上这个滤镜，相信也是非常丝滑柔软的朱棣卡吼。谢谢大家送的电脑，真的很下巴，又漂亮，然后性能又强，这样就只欠东风了吼。这个东风是什么？朱棣卡的声音，我也拿熬，就只差我的喉咙快点恢复回来，好不好？这样就看 Becky 了哦，这样就完美了吼。今天其实也是稍微回复一些啦，一些，对，不过总觉得应该是比前两天唱歌的状况会稍微再稳定一点啦，我在想应该啦 ，maybe 午安晚 BGM 可以大声一点吗？没问题 ，OK 的。待会到了副歌的部分，应该它又会稍微的变大了吼。而且我今天也要很慵懒的讲话，要不然我怕说我唱歌的扣打，等一下就跟你们就是大吼大叫，我鸡皮疙瘩什么的就没了，对，又不能唱歌了。最近声音扣打稍微的要不要用的这么快，对，我们最近声音的扣打不要用的这么快哦，保留一点声音的一些扣打给自己，对不对？午安，大家午安哦，欢迎。东风碰，我没在算拍麻将哦吼，麻将台语应该是麻将，我没在拍麻将啊。什么只欠刀碰？林学长，林学长还好，林学长最近应该是超级忙碌吼。林学长还好吗？有没有忙到人都没有了？哦，来，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然后喵儿午安，喵儿，我觉得喵儿倪氏姐妹真的超级可爱，好可爱哦，就该怎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最近就是都在 DC 都会出现那种妹妹在欺负哥哥的那种情境。我每次看的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出现姨母骚，就是喵儿跟妮妮总裁的性格真的是互补妮妮总裁真的就是她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姐姐吗？虽然说也是会可能喜欢动漫啊，但是她表现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温柔沉稳的姐姐。像她前2天也会跟我分享说她听了东方的某一首歌曲，声线很像猪猪啊，就分享过来，我就哇谢谢，就很开心。对，然后她也就是很温柔的回应说啊不会这样。然后喵儿超级可爱，她就是一个会去欺负哥哥的妹妹啊。最近本频道的 DC 真的是合家非常的该怎么讲，合家观赏，就老中青3代都有了那种感觉。然后最深者伊拉塞，8月深深伊拉塞。牛妈怎么呢？牛妈我不能突发吗？牛妈也感谢牛妈替我们这次制作的真的是有够好看的哦。我们大家可能看到腻了，但是我怎么样看都看不腻呢的这个宣传图哦，真的超级感谢牛妈的。对，因为牛妈其实也是非常忙碌，对啊，但是好险那个时候有把她档期约下来呢，所以我们才产生了这个星系名体跟彩虹的非常亮丽的这个非常具有台湾价值又非常亮丽的这个非常赞的台位 DN。 牛妈真的在这个台位上面真的是表现得太亮眼了啊！我被牛妈的这个 sense 养坏了哦，救命！牛妈你要负责，我被你的 sense 养坏了，完蛋了。好，先放在这里。接下来是 Joker 伊拉塞 Joker， 你之前被车撞坏，现在应该都已经复原了吼。然后趴趴熊伊拉塞跟大家打招呼，谢谢。音乐伊拉塞 ，so stay CIC 先生伊拉塞，有 BGM 的部分我刚刚稍微有把它再开大声一些了。啊啦，これは关哥哥じゃないか。我们开云短先生来了。亚诺伊拉塞。然后林学长在转圈圈，林学长感觉忙到人快没了，林学长振作，林学长要活下去，对，没事，我的人其实在这几天也真的是快没了呢，哦，真的是忙到我真的前2天以为是我的那个什么，可能梅将军一直好不了，
然后我就受不了，我想说看中医好了，因为我真的西药一直吃，就觉得身体会很不舒服，然后去看了中医，中医就跟我讲说，不是，你误会了，我觉得你这个不是梅将军，因为通常梅将军的药，如果真的有对症下药的话啦，大概吃个2-3次就好了。它那个药其实就是蛮强烈的，它是很激烈的，会在你体内杀病毒。可是没办法，你遇到梅将军，你就得要这么做。你把病毒杀光之后，身体会比较倦怠，那你再可能靠其他营养食品，或者是一些比较怎么讲规律的作息把它养回来。对，但是我想说奇怪，什么梅将军药吃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我喉咙就是不是那么的清爽。对，前2天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就觉得说我去看中医好了。就中医一看，他就跟我讲说，不是朱小姐，不是，他说你误会大了，你这个基本上梅将军应该已经早就走了，这应该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我就说胃食道逆流，我是有稍微肠胃不舒服，可是我说胃食道逆流会引起可能想咳嗽或者是喉咙哑哑的吗？他说会啊，因为你胃食道逆流那个胃酸，它就是跑上来了嘛，跑到你的喉咙了。即使没有灼热感，它就是轻微微量的，你还是会觉得喉咙很卡之类的，那个就是微量的跑上来了。对，所以基本上这次是肠胃型的问题呢。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稍微有比较好一些了吧，应该吧？对啊，应该啦。什么帮我精明干练，阿胡伊拉塞。然后好，这位名字非常特别的先生，对，感谢你的莅临，对。所以，我们一红的蔷薇是不是今天能够让我顶上去，让它变成鲜红的蔷薇？对，我们今天要顶看看。然后这位感觉是机器人先生的这一位，不晓得是机器人先生还是，总之，谢谢他特别过来留言，即使他是机器人先生。对，好，那今天下午也是轻轻松松的唱些歌曲，然后陪伴大家心偷的午后这样子，可能就因为太微亮了，所以没有察觉到啊，不然再大一点。对啊，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胃食道逆流过，但是医生说其实这个也算是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状况。真的是太忙了，忙到整个人都快没了，天哪！精明干练，爷爷把你的草字头剪掉，知道吗？我今天要留下我的喉咙的扣打。对，好，那我们就直接下来唱吧。我今天尽量不要跟你们讲太多了，我们唱歌为主了，希望有机会啦。希望有机会哈。是欧登桑又来了，我们黑人先生又来了。就是黑人先生前2天就是久潜水，但是不得不被炸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被炸出来了的欧登先生，谢谢你。伊拉塞，午安。对，欧登先生来了呢。然后买个胃食道药比较熊大阿里嘎多。我今天有特别通知熊大说，我今天可能要来挑战这个很难唱的刺红的蔷薇了，因为我前天吧，就胃食道逆流，然后那可能就是喉咙有一些可能被那个胃酸灼到，然后不是那么清亮的状况下，我就觉得我唱得很烂，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这首歌很难唱，我今天复仇一下。然后我就跟熊大讲说，熊大，我今天可能会再挑战一下，谢谢熊大过来，谢谢。10分钟开唱了吗？对，我今天我就跟你讲说，今天我不断的被盗账号，我从我今天重训开始就被盗账号，你们还不懂吗？那个低潮那 BL 那个姿势，那个真的很像，你知道吗？我这边有2本，好支持原版，好不好？好，我们先唱歌，我们先唱一些轻轻柔柔的歌，然后至于那首高难度难到不行的那首，目前可能还是被我唱成一红的蔷薇的刺红的蔷薇呢，我们可能会摆在稍微中后的部分，等到我的嗓稍微比较暖了，比较开了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揣看这样子。不小心，牛妈，你别想吊我，牛妈，我不会上当的，牛妈。只要我先唱就赢了，不要理你们。
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外面下着雨，我的 A 口没有开。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漏波流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吗，密码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现在把牛妈编掉，我就赢了。我跟你说。牛妈一直在吊我卖药，你知道吗？K 红霞，不然我不会念哦，我都会念。我跟你说，全部都会念。然后我上当了，老生猴子以他赛，我不会上当的。我今天没有要卖药，我今天要唱歌，我不要卖药。你们想知道卖药的起源，你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下方资讯栏520的语音包，谢谢大家。外面下着雨，有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漏波流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好，我输了，我卖药可以吗？我输了，我臣服了，我卖药可以吗？我要上就来卖药，我在卖药，我会被删回嘞，我
我这边袂用来工商服务时间哦，来工商服务时间是啥回咧？来置顶连接点落去，来置顶连接有看到无？有看到咱520迪卡囤足机的吼，咱限定我爱你520长江蜜滴，长江蜜滴那个台语的语音包咯，吼，马上吹落。我这语音包是啥回咧？这语音包是啥回我唔知影吼，我即摆讲安尼就破梗啊，就是要互恁买登去听，我当然嘛是袂用讲钱哦。个是安怎咧长江蜜滴这520语音包要卖药啊咧？吼，就是因为这啦，就是因为这来，我来听一下吼，是因为这啦，来，你来听一下，详细听落去。详细听起你就知影吼是安怎吼要卖药啊咯。这有咧疼我啦，好够痛的啦！你看啦，都碰疤啦，你免哪啦？碰怕要偌啥？我去变数好啦，去变数正的啦，啊，好够痛的啊！等下啦，你嘴开就大啦，你开啊多钱做啥？等下我啥蛋弄落啦，你看啦，你免哪啦？等下啦，你小嘴，啊，你脱我衫来做啥啦？这边感冒，好啦，我要先这我菜包蛋来炒回家啦，我这菜包蛋其实这有咧疼我啦，好够痛的啦！你看啦，都碰疤啦，你免哪啦？你看我去倒位，我去变数好啦，去变数正的啦，啊，好够痛的啊！等下啦，你嘴开就大啦，你开啊多钱做啥？等下我啥蛋弄落啦，你看啦，你免哪啦？等下啦，你小嘴，啊，你脱我衫来做啥啦？这边感冒，好啦，我要先这我菜包蛋来炒回家啦。嘿，就是因为安尼咧，这囤足机碰趴咯，啊娘喂，哎哟，这个小姐若是碰趴，啊你免怎？来，听讲恁阿嬷还是恁阿公伫厝应该是有即款。来金汉堂万宁暖糕咯，咱金汉堂万宁暖糕吼，听讲碰趴的时阵，安尼敷落去，吼，要抹落去，哦，真正有效，但是嘛听讲，这个金万堂万宁暖糕呢，本地毋是要互人嘿抹这烫伤碰拍咯，啊是安怎香变做咱碰拍时阵爱抹这金汉堂万宁暖糕，啊我嘛毋知影呢，啊自我细汉的时阵呢，若是碰拍，我毋知有碰拍过无，若是互油烫着，阮妈就足紧张，哎哟，迪卡你若互油烫着咯，来紧来。咱这金汉堂万宁暖糕紧抹落去，吼，伫咧冰箱摕出来，哦，白白的、冰冰的，抹落去，真正有爽快到有搭子，安尼有无？吼，你甲问阿嬷问一个，阿祖问一个，一定有即款金汉堂万宁暖糕咯，吼，咱一个文化传承呢，吼，文化传承，吼，伫咧金汉堂万宁暖糕嘛，咧抹落去，吼，我甲你咧啊爽快，我甲你咧哦有搭子，吼，安尼知无？咱金汉堂万宁暖糕推荐给各位，吼。本节目由金汉堂万宁暖糕没有赞助播出，谢谢大家。就是因为我520在生日语音内底有碰趴，然后我们家面线基本上都很多熟男呢，熟男们他们家就说他们家以前就有金汉堂万宁暖糕呢。我看到这一罐被炸出来，我整个快疯掉！你们为什么知道这一罐？我的天哪！我阿嬷家也有哦，而且我阿嬷家也是在我踏上的时候都会说：“哎呦，迪卡跟那不这了，哦哟，冰冰凉凉的呀，可松快了，哦，哎呦，真叫松快。”各位面线们，我的520登冈米迪全没了！我的520，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变成了卖药台啊！就是因为安内咯，这个迪卡囤足机的520限定登冈米迪语音包，好的，必成在卖药台。好，以上でございます。今日工商服時間結束，感恩感謝，多啦哈！啊！救命！我没有要卖药，但是为什么变成卖药师？鱼子葡萄先生，感谢你也被炸出来了。张力的伊拉塞带着阿公的，我没有要卖药，但是却被卖药。你看这位古拉先生5号，你嘛怎样了哈？嘿，就是。哦，丹桑，你真的潜水很久了，你都知道碰爬欺负我。YF 先生回不去了，YF 先生，8月先生，你来吃瓜了是吗？这碰爬的关键是引发了卖药的闹剧。我原本只是想说，
我原本只是想说520来点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本频道喜欢推广台语啊，然后唱台语歌，或者是喜欢跟大家聊台语文化之类的。我就想说520来点不一样的嘛，之前都是国语语音包，大家比较熟悉，那来试看嘛台语的嘛。台语的碰趴啊，碰趴伊的讲爱不油啊，不油啊的讲金汉堂望你暖高啊，娘喂，真叫高要死呢，你这个人啊！谢谢你们兄大弟，我输了好吗？也感谢 Olen 先生加入我们的猪仔专员，请问 Olen 先生，你一定是因为我的精明干练加入我的猪仔专员，我知道一切都是因为精明干练，精明干练，知道吗？保持你的清流，知道吗 ，Olen 先生？不准屈服于恶势力，知道吗，欧练先生？我觉得互相涂鸦很甜，我也觉得互相涂鸦膏很甜蜜。我觉得我的520已经回不去了。是的，我们鱼子葡萄先生也知道，永远冰在冰上。我们的一罐用3袋，人走药还在，你知道吗？这罐真的很神奇，对，怎么样都不会有那种保存期限的问题呢。真是够上。金汉堂万年暖糕爸爸知道要找谁了吗？谢谢，我是台湾个人是 VTuber 迪卡屯主机，迪卡屯主机爱来催我哦，好，刚刚下对啦，好啦，只是瓜，我没有卖药哦，超烦的。我现在很幸福，真的很幸福。我这样就很好他的手掌有金冠糖的味道。他在我需要时候帮我抹上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多亏金汉堂万你暖糕。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抢走我的金汉堂万年暖糕，还给我。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
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谢谢大家，你们都是为了金汉堂万宁暖糕而来的吧？不，绝对不可能，一定是为了我的精明干练和宁暖糕而来的。对，那什么东西？对，本节目没有，本节目有金汉堂万宁暖糕没有赞助播出。你好，跟大家打招呼，这位是卡比欧伊拉塞，谁这么香啊？你说金汉堂万宁暖糕吗？我们欢迎我们6月28号即将举行我们结婚典礼的我们大佬 Saber， 来谢谢大佬来帮我们冲洗一下，哇，满满的喜气呢！金汉堂万宁暖糕啦，什么味就是这啦，就香诶，有够香的香，知不？哦，这位是 Just， 谢谢宇宙大学环卫，感谢我今天稍微提早开，应该说我平常都是中午12点就开啦，然后为什么说今天提早开，是因为原本跟大家约定好2点。对，但是我刚刚发现，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要来开一下了，这样子。我被新郎抢，林州嘛的是机敏概念啊！不行，我今天要保持我的气质。对，我今天我要突破一红的蔷薇，我要顶上去，我要让它变成鲜红色，知道没有？都已经讲到混乱，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来，你们是很想被绑是吗？你们很久没有被绑了，你们这群龟甲妇很想是不是？小心我委托那个谁，那个最骚的那个绑你们，我跟你们说，我委托下去，我敢委托哦。好了，我不敢了。明明是春天，我却感到绝望。夏天来临了，我还是看不见阳光。秋天的覆灭将往事都埋葬。准备好一罐金汉堂万宁暖糕，我的爱情已折断了翅膀，无法继续飞翔。不要紧，有金汉堂万宁暖糕，哇记得的如何哦？等待天亮，好好大哭一场，再让眼泪风干，在微笑中释放。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都是等一下，都是你们啦！你住的城市阳光多么灿烂，可曾想起我这一个人面对孤单？我的爱情已折断了翅膀，无法继续飞翔，在风里飘飘荡荡。等待天亮，好好大哭一场，再让眼泪风干，在微笑中释放。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
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如果没有你，现在我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会不会也寂寞？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祈祷这世界祝福我们所有一切，因为我精明干练，救命！月川さんいらっしゃい。月川さんかしら？是月川吗？你好，你好。message ありがとう，月川さん。我有收到那个月川先生的邀请啊，我现在回复一下月川先生。虽然说有点突然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有点突然。那个刚好因为那个猪猪啊，在晚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开台，但是真的谢谢你的邀请。对对对，所以可能真的可能最近可能真的也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真的太忙碌了。对对对，谢谢邀请，谢谢邀请，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在一起玩。薄荷啊，你10月份给我过来啊，薄荷。わざわざ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月川さん，谢谢谢谢，好，也谢谢邀请呢，誘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谢谢你。免ケーキ、哎，台湾語わかります？すごいね，免ケーキですごいすごい，谢谢你，谢谢，对，希望下次我们还有在一起联动的机会，好不好？谢谢谢谢，呵，下次再来，好，谢谢你。薄荷啊 ，Miss Daisy 你要去哦，你们最好都给我买那个最贵的那个，让我一人一拳啊，越来越皮了哈，你们在皮啊。你以为只有薄荷吗？你以为只有他哦，他哦啊！你们给我记住，给我记住，超皮的你们。来，接下来，我觉得好欣慰哦。我觉得我的喉咙状况今天还不错哎，好开心哦。哎呀！那我今天来唱这个好了。哦，土生土长台北人哦，台语略懂是不是？好好好，谢谢你，谢谢。那么，我觉得我好一阵子没有唱这首歌了，你们都超皮，感受没有皮，超皮好吗？好。我前两天刚好在那个广播听到这首歌，想说我好久没唱了。来吧，是不是很久没唱了？超久的。问你们，我现在有 echo 吗 ？echo 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私の echo， 我现在有 echo 吗？为什么若有似无呢？左手に隠した願いは願いのままで覚めない夢見てた。哦，我没有 echo， 等等，稍等我一下。真的哎，我怎么把 echo 关掉了？救命！我怎么把 echo 关掉？我不是有开吗？哦，
救命！等一下，我真的刚刚没有开，我以为我有开。Oh my god！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再一次。对，我一直以为我开，救命！救命！哦 yes， 先生，喵喵都他们欺负我，他们害我忘记开 echo， 开始砍拖，都是他们害的。左手に隠した願いは願いのままで覚めない夢見てた。右手には空の記憶、誰も知らない世界の派手やめない夢歌っていた。守りたいものを守れる強さ、それは信じられなくなるよ。朝全て受け入れて明日を探す Break Shine、 手を伸ばせばまだせれない傷だらけの余裕 Save my life、 かざした刃の先に思いを重ねた祈りは時を超えて Your pressure 落ちみかう光ること忘れた青い星が残してく消えない影見てた。すれ違う赤の木と何も知らないこともなまま明けない夜をさまよってた。なくせないものをなくした弱さ、何も信じられなくなるものさ、立てなくなっても定めを進む Break down、 崩れ落ちてゆく星座が傷つけ合うよ You breaking down、 交わした言葉の中に一人を支えた確かな夢を添えて。为什么是变帅之歌？哇，这熊大还在挂哎！我们看一下下一首是不是我们就来试看看啊？可以吧的，谢谢，因为我怕熊大要去忙，谢谢熊大特别过来。有吗？守りたいものを守れるのなら全て受け入れて明日を探す夜明けを灯す Break Shine、 手を伸ばしてまだせれない傷だらけの余裕 Save my life、 重ねた中の果てに一人を見つけた祈りは時を超えてMy brave shine。 付新苗老师，伊拉塞，黑夜伊拉塞。其实我真的认真觉得吼，就不愧是熟男们，因为大家基本上感觉压力真的都山大。为什么压力山大？对，每个人基本上过来集合，先讲干话，因为压力太大，你知道吗？讲一讲干话，宣泄掉那个压力之后，然后再回去继续上工，这样继续上工，然后就只能戴上正常人的面具，对，然后每次来这边就跟疯的跟什么一样，胡言乱语讲干话，你知道，连木耳都有办法。你看，我们熟男们基本上非常的熟悉掌厨啊，下几道料理对他们而言小 case 啦，是不是都是成熟的熟男们了？就连木耳，我们可以延伸到哇，凉拌好吃，卤木耳好吃，对，每个那种成熟的厨男级熟男们都是我的骄傲。啊，有三哥啊，你今天怎么爬得过来？哦，努力爬过来了。对，我今天
开台大概快1个小时你才过来，代表你努力爬过来了。对，听说你腿断了又断，断了又断，对不对？你怎么在被召唤的感觉？我知道熊大大熊，因为总之呢，那我们郑重介绍我们那位熊大。等一下，两个都一样呢，两个那个名字都一样。我们熊大是我们游戏新干线的，应该算是里面的一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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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切的窗口，然后非常非常亲切，然后非常非常该怎么讲，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伙伴嘛。我每次看到熊大的那个照片都觉得好有安全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叫熊大人都很好，因为你们记不记得公视文文那边也有一位熊大，人都很好。我曾经问过文文说，文文是不是叫熊大的人都很好？然后他说对，应该是这样。熊大，你知道我讲谁吗？公视的凯文啊。因为我之前有跟文文聊过说，那个游戏新干线的熊大就是公视的熊大嘛，这样。然后我们说不是，他们只是刚好都叫熊大这样。我说那是不是叫熊大人特别好这样？他说对，应该是。他延续我的干话，你知道吗？对啊，谢谢。这次我们Akai Bara，这次我们算是风色幻想的合作曲，这首插入曲真的很谢谢熊大的接洽。真的，我觉得跟熊大的缘分其实真的是从那个我们最古早从那里那个纯白和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纯白和弦？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在玩游戏的我，居然有机会因为这部游戏跟大家算是在台北地下街，算是我们第一次的线下连线活动吧。没有记错，应该是本频道第一次线下连线活动，就是因为纯白和弦。超级超级开心欸！对啊，超级超级感谢。然后那时候就是窗口就有认识熊大这样子，对。然后之后透过去年金米奖，我们获得了这个奖品。然后窗口也刚好是熊大，知道吗？超级超级刚好。然后与其说就是说恭喜恭喜，我们反而是在那时候可能得奖的一些私讯，我们在聊一些叙旧啦之类的那种感觉。大家压力大，直接开口就对，然后感觉你们压力真的很大，压力山大。对，波西米亚老师的那个压，对，深红伊拉塞，听我的歌回了吗？谢谢你那个歌可能对有点微。新勇伊拉塞真的好听吗？风色也蛮好玩的吗？这首歌其实是高难度我最近就前2天因为喉咙状况超级不佳，然后胃食道逆流，你那个时不时胃液冲上来喉咙，多刺激啊！我觉得我把这首歌真的是唱成那个赤红的蔷薇，我唱成什么？异红的蔷薇。什么是异红的蔷薇？来线上我们的面线示范一下，谢谢大家，因为我懒得打字。三哥感谢加入4个月猪仔专业，本频道由金鹏堂万庭软膏赞助。其实我跟你们讲，我大概跟你们讲一件事，专治崩趴胶一抹立即见效。我跟你们讲，我其实之前我真的有自己做过精油膏，我那个精油膏我真的刚好想要送给当月份的高阶会员，但是我那个时候做到一半，我突然想到说这些东西感觉比较敏感，反而应该是不太适合作为高阶会员回馈，因为有一个什么法去了，就是可能我可以保证说我使用的都是非常天然非常纯，然后等级很优质的精油，我真的做完了，但是我不敢送，我送不出去，我只好在家自己用。有够好用真正碰趴嘛有效，我从顶要碰趴料做啊搞拢有效，我跟你讲，那个精油膏嘞，细管啊，有薄荷，有柑橘，啥，那个啥会，我有掺一点嘛，那啥会，明星花露水，我真的有加一点明星花露水，我想要调一些台湾独有的一些味道，但是我做出来的时阵，我就香想起来，这应该被印上出去，是安怎的？有一个什么法律，你刚才？两倍老师你怎么出来了？两倍老师被抓出来，你打开我，老师啊，我没有，我不是要卖药，老师是他们逼我的，我没有啊，老师我今天真的不要卖药，不是，我只是刚好我们的三哥他给了我一个梗，说金蒙堂万体软膏，我就跟大家聊说。
其实我之前真的有，其实去年年初我真的有自己去研究精油膏，我想回馈给高阶会员，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去查网路，我觉得这个东西送出去应该可能会有争议，对，我想算了，还是不要。我不是故意要卖药，我只是真的有，我那时候真的有滴那个明星花露水下去，你知道吗？有薄荷哦，一定有9号这样，怎么会没有呢？姑啦，你要相信我，不是，我真的配信这条路，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会变成卖药士。大波老师，我不要玩了啦！大波老师，救命！大波老师他们都欺负我，还是我去找品春老师，然后气死我！我去请品春老师来替我卖药算，然后气死我！大波老师，你跟他们了，手只有一瓶还没有开的花露水吗？是，我们家花露水还蛮有得用的，因为我真的会拿来喷厕所。要乌伊拉塞，我没有在卖药，小天。哦，对，谢谢鱼子葡萄先生，没错，就是药事法。因为稍微去查了一下，很像是那个什么精油皂、精油膏，是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有去跟我朋友去研究过，然后我有试做过，然后我做回来，我就还是自己放在我身边，可能送给我朋友或者我自己用。其实真的都是很天然的东西，可是就是那个药事法，应该是这个吧。我就觉得送出去，我总觉得会有争议，所以我就尽量避开有争议的东西。对，我其他送出去，就真正是安尼咯。欢迎来到就第一家频道，我们现在工商服务时间，本频道咧有那个金蒙糖满提短膏赞助播出，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多啦，今仔日要工商服务的物件，就是咱个软膏咯，咱软膏内底有薄荷。有掺一点嘛，明星的花露水，台湾价值叠在底，不是，我为什么要开始卖药了？救命！之类的，我只是模拟一下，如果我真的送出去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好不好？你今天很春啦，跟品春老师拜师学卖药，我跟你讲，品春老师大概10分钟就把我逐出师门，你知道吗？大宝那，抓这。大家可以真正北练凳到北练凳大姐的这个10分钟，尹春老师马上没耐心把我逐出师门，这样。尹春老师救命！我跟你讲，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尹春老师这么厉害，但哪一天我真的抓尹春老师过来，好好把你们念一念，你知不知道？都欺负我！药师法这个可以用的，未经核准擅自，是不是？没错，我不想要犯罪啊，各位，我觉得我还是好好的做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的原创料理给你们就可以了，好不好？金蒙糖可以，不是苗老师，谢谢你帮我想了一条出路，这样子。为什么？而且为什么金蒙糖基本上完全无违和？为什么精油肥皂没问题？精油肥皂好像也会有问题之前我有也是有1个月。在思考说精油肥皂是不是我也可以送，但是有去问一下其他姐妹跟 V 碰碰，然后他们也说尽量还是避免好了，因为还是对他们说感觉还是会涉猎到什么药事法，就尽量不要这样。对朱莉印象从歌界不是，我真的只是喜欢唱歌的一只猪，我真的无心卖药，不要这样子。我的那个卖药就是就只是我在模仿一些氛围。我要是真的哪一天卖药了，我就真的吃塞啊，好不好？我就真的，难道我现在有偷偷跟那个尹春老师拜师要跟你们说吗？不需要嘛，对不对？没有，花露水不在药事法，真的假的？花露水不在药事法，我联想到那个，对，徒手有啊，上次那个谁啊，桂花先生还是哪一位啊？多雷捆先生。对，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有那个阿伯啊，他就徒手摸那个很烫的那个铁嘛，然后摸完之后马上敷那个金汉堂万灵暖膏，真叫有用5毫，真的。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要来唱阿盖巴的。我们来见证一下，这只猪是不是有办法把我们异红异红的蔷薇顶上去，让它开出鲜艳的花朵呢？可是不行，我刚刚又跟你们聊太多了，我不知道唱不唱得上去，完蛋了。来，见证的时刻到了，究竟这首歌最后会变成异红的蔷薇还是次红的蔷薇？我现在先不上歌名，最后才能上呢？为什么？最后才知道顶不顶得上去。
卖药啊，对，我初配信的确像卖药，主要是什么疗效的描述，只要说洗起来香香的，应该是还好啊。鱼子葡萄，谢谢你。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回馈给高阶会员，只是不能说就5毫好，不能说就5毫不能骗人，就说这个就是猪猪精心制作，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就这样。哦，这样子我就不触发了，因为我没有欺骗大众嘛，对不对？以前真的会卖药台。其实卖药台我觉得真的也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宝藏因为现在卖药的阿伯退休之后，年轻人要去卖药不是没有，但是还蛮少的啦。对，真的没有宣传疗效，只是香味哦，真的哦。你们到底是多想我出那个什么精油啊？你们真的会买哦？我觉得你们真的会买，完蛋了。哪一天我真的出自制精油膏？那我先玩看看高阶会员啊，对，一定是从我们家高阶会员先开始嘛，对不对？哦，不能宣传疗效，但是上面就顶多就是香香的，然后用了可能会精明干练，可能 maybe 应该好不好？这样子应该就不触发了，这样子。哦，很多抓是因为疗效，例如说哦，抹了之后我考试都考100分了，抹了之后我马上脱单了，哦，这个今天的好小嘛，对不对？如果是你今天宣称贩售精油，虽然有熏香给予产品附香，并没有收就是一般商品，如果你选择精油可以缓解头痛这个就是药事法好，也就是说我今天说你们可以抹于人体，你们那天可能会感觉到今天特别的精明干练，好不好？或者是神清气爽，这样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不能有的药用疗效单纯香气哦，真的假的？哇，谢谢你们又给我一条出路了，因为我是觉得有争议的东西我在这条路上尽量避免，因为毕竟不要玩火，对，我就是一个不想要玩火，连煽风点火的那个煽都不想煽的一只猪，对，我们要出机油啦。好啦，那我们先踹踹看。我跟你们聊太多了，喉咙的扣打又要没了，我们看一下我点不点得上去。抹了会精明干练哦，这个也是有疗效是不是？好，当我没讲。抹了香香的，就这样。好，抹了跟猪猪同样的香味，这样好不好？好啦，我们猜猜看。这首歌真的好难哦！我那时候到那个高雄志冠录的时候啊，因为反复的一直录同一句，然后其实我也不晓得说整首唱起来到底怎么样呢？哦，最近才发现这首歌爆干难的，怎么这么难？然后不得不说，就是作曲作词老师，其他的伙伴有一位好像也是比较年长的老师，就有在念说，可能这次作词作曲的老师，就说你为什么每次歌都做得这么难这么高？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到底有多高？对，没错，就这么高。我觉得武谦老师基本上对于卖药或者是对宫庙，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老熟啦感觉武谦老师就套上卖药，基本上无违和这样。对，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啦，对。好难哦！完蛋了，唱不上去了，我要上不去了，又要变成易红的蔷薇了。说到香味上香要在我桌子上对，香要在我桌子上。谢谢 Saber， 来吧，易红的蔷薇，顶不上去的蔷薇，又聊太多了。我的伴奏嘞？我的伴奏怎么变成北沙屯妈奏？我的伴奏是关掉了。我不小心关掉了，不好意思。我的伴奏熊变成北沙屯妈奏呢？我找一下。唱不上去就算了，唱不上去依旧是易红的蔷薇哈。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
想念胸を少々人生人跟人常有居民消费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为什么有啾啾？水灵宝贝，啾啾哪来的？人間が見るぞ姐姐啊！好好的一首歌，为什么啾啾？毛蛋咖啡大赛，这不是文马克先生吗？人生人跟人常有居民车飞赤いただ語るまでだ怒りないばらの今とここで生きて叫ぶ赤いバラの中からあなた豆ばえがそこでとて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みささく啊，上不去，顶不上去，无法让它变鲜红。啊！胃食道逆流，走开！撒撒个不行不行，这个一点都不丝滑呢。哎，奶绿玩游戏，你到，然后让我们一起听易红的蔷薇呢？为什么是易红的蔷薇？哎，等一下我的 OBS 刚刚是断掉是不是？有断掉吗？你们现在看得到我吗？哎，你们现在看得到我吗？哎，有猪猪吗？哦，有看到我是不是？哦，吓我一跳！那上面说那个 OBS 断线。哦，有看到。对对对，因为刚刚那有显示说 OBS，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我们现在给他一个歌名，它叫做《易红的蔷薇》呢，不是赤红的蔷，不是赤红的蔷薇。易红的蔷薇，等我一下。哎呦，什么声音？易红的蔷薇，好，暂时呢，它还是易红的蔷薇呢。好，暂时给他一个易红的蔷薇。那你们等我一下。好，我们在菜菜后面，真的不行的话就先不勉强。对，因为迟早他会回复的。
吃力。对，我们等到哪一天变成赤色的，不行，不可以这样子。我当初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啊，这一句一次过，你知道吗？反而是其他被雕到不行，这一句莫名其妙一次过。对，讨厌啦，讨厌的感冒走开，讨厌的那个什么胃酸走开。对，明明一次过的东西，现在要反复练好几次，气死我。但没关系，我们等到它哪一天变成赤色，会有那一天的到来的。用力哦，可能还是要，对啊，感冒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勉强。很棒的都是老师啦。熊大，谢谢你。都是感冒啊，很讨厌，我真的觉得主播面对感冒真的是会很生气跟焦虑，你知道吗？就是明明自己觉得说已经很勤洗手了，出外就是戴口罩，只是没办法，会中还是会中。胃食道逆流一定会走开。那个是什么 PPI 是什么东西？压力大最近压力山大，你知道吗？为什么压力山大呢？那刚胸喉是干吹落去，那是安怎呢？压力山大呢？是安怎呢？低开胃食道逆流呢？就是因为这咯。来，后礼拜三，5月28号，暗时的8点，那3D 募资，要开始啦！就是压力山大，传这传甲胃食道逆流，传这传甲迄赤红的蔷薇变成异红的蔷薇，那真正要还赤红的蔷薇一个公道呢。当然迄募资，那募资正式开启，我较松的时阵，一定互迄异红的蔷薇变成迄赤红的蔷薇哦。给我一个时间哦，给我一个时间哦。刚温刚下多啦，这是病毒完全吧？龙角散很好用啊！这不是我们猪儿子吗？然后治疗胃食道逆流的一线好药吗？直接从源头把胃酸关起来吗？等一下把胃酸关起来，这样不是没有办法消化了吗？问小问题吗？中型直播不能背景播放，好像听说要那个从小铃铛进去吧？好像听说要从小铃铛进去。所以小铃铛试看看，我记得已经可以了，因为我自己也有试过。就等出，没错，气死我了！明明一次过的东西，气死我了，会很生气，你知道吗？气到没戏，用小铃铛或是播放清单进去就可以了。对，没有错，可以试看看，好不好？可以再试看看。好，然后啊，最近猪猪。我们其实跟我们团队其实目前已经收尾了啦。目前就是在精益求精，看说有什么可以再更加完整的。对，所以我这边可能这2天也会稍微再赶一些东西。然后大宝老师那边基本上已经肝没了，简单来讲，他的肝没了。对，2倍的肝都没了，好不好？那超紧张，对啊，那就反正我们能做的准备就是尽量做，到时候不管结果如何啦，至少我们都尽力了。对，反正我是觉得528开启之后，我大概稍微会松一点。可是松的其实该怎么讲？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这个募资页面是完整的。对，然后更希望是说在前半段就可以获得一个很棒预期中的数字啦。对，到那个时候大概就顶得上去了，知道吗？我不会压力山大的时候就清风唱歌应该就顶得上去。我先加入清单是也是可以。然后讨鬼新的鬼吗？是，没事，对，没事，现在就是心态卡黑的时阵，未来我们会努力让异红的蔷薇变成赤红的蔷薇呢。我们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谢谢大家。唐突刚胸喉时间，这个就是
哦，真的是宣传，只能尽量用再开台，然后努力宣传跟大家说。好，我喝一口水。行情いらっしゃい。好，谢谢大家，刚刚为各位带来一红的蔷薇。等到喉咙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再把它顶上去哈。然后，请求我的女神加持一下。OBS 为什么要折断呢？哦。情哦，踏出星星的我哦，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惊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向山体，虽然社雨，教咱做人爱让步。今年起雨，白沙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迎着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马祖。请妈祖加持一下，希望我们的募资顺利，这个很重要哦。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惊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向山体，虽然社雨，教咱做人爱让步。今日起雨，白沙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迎着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马祖。合音的部分。起雨，白沙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迎着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马祖。
然后啊，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说有一首歌跟粉红超跑超像的吗？等一下，我们家这边又在装潢了。天后驾到这首歌原来它是新歌1个月前的新歌。然后因为是很新很新的歌，然后伴奏不多，可是我有找到一版的伴奏啦。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好，这个不是伴奏，我就对啊，很像就只有其中一版。我们来试看看吧。天后驾到，我很像之前没有跟你们练过，对不对？没有练过。不过在挂台的那个礼拜，很像就觉得说，真的超像的，跟粉红超跑超像的。升 key 一下。但是这一版本的卡拉没有这么好哦。总之就是没有很好，音质不好。你们自己听，是不是超像？完全超像的，直接上吧，试看看，看我凭着记忆唱看看。大旗做先锋，保命强了鼓，家家户户保幸福。新桥来行市，咱写将辛苦，祈求有缘再相逢。坚定的脚步，万年的理想，赞赞自家来听惜。家己有你，互相互叫，心共度。千年流传的友路，白沙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牵着千万的祝福。人生守护相照顾，白沙屯马祖步。风雨中心的心向前冲，情我心归乡。好像还蛮顺的金哦，可以哦，金哦。大旗做先锋，保命强落鼓，家家户户保幸福。新桥来加持，咱写将辛苦，祈求有缘再相逢。坚定的脚步，万年的理想，赞赞自家来听惜。家己有你，互相互叫，了过溪水心共度。千年流传的友路，白沙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牵着千万的祝福。人生守护相照顾，白沙屯马祖步。风雨中心的心向前冲，情我心归乡。其实很像，差不多了。千年流传的友路，白沙屯马祖步。两脚脚手牵手来保护，牵着千万的祝福。人生守护相照顾，白沙屯马祖步。风雨中心连心向前冲，情我心归乡。
奇怪，是哪里在装潢啊？继续装呢？你应该有听到吼，一直有装潢的声音。好，天后驾到，感觉没问题了。好，接下来嘎叽哟，我看一下，加持幼儿啦，对，嘎叽哟叽，加持幼儿。所以拉塞，出差先选哦。哦，没关系 ，OK，出差的耶，路上小心，好不好 ？OK， 接下来。马克先生在电脑展场是吗？今天有什么电脑展之类的吗？哦，好，然后我们来唱。很像也是有好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運命に連れられた赤い目の私がいて眺めてる風景がいつか同じになれたら別々の電線で二人して口をつぐみなんちゅうと捧げる勇気であなたに最後は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なくてためらわずにだだらだろうないものねだる子供のようにただ今も早く伝えたい少しだけ後ろ髪引かれてる幼き夢いつだって置いておいてするあなたの優しさ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たくて自分の真ん中でささやくないものねだる子供だからただ今も早く伝えたい
したがって変わったって思い通りがなくでもないものねだるどのあなたも好きで好きで好きでたまには叱って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たからあの時の私許してないものねだる子供のようにただ今を早く伝えたいただ今をうまく伝えたいSaber， 你老婆在你后面，她看起来很火。Saber， 听说你6月28号要结婚了。Saber， 听讲你要做老爸啊 ，Saber， 你冷静一点 ，Saber。听说你要当爸啦，这个是在当爸之前稍微风流一下是吗？啊，来自于新瑶的大大姨妈。等我一下哦。他在上班。哦，Mip，谢谢，感谢感谢。強い日の鬼がこんなに違い啊！等一下，是什么歌词？我找一下。啊，你们等我一下。歌詞忘れちゃった。看我这个哟。好啊，对吼，差点忘了，这首歌其实还不是，怎么会突然是卡基迪亚广场曲？我先切掉，我们重来一次。单身倒数，对啊 ，Saber 最后的波纹了，就你像你在坟墓里面了吗？这首歌的前面是有讲到梅雨季呢，听说这两天北部那边还蛮激烈的啊，梅雨梅雨季呢。強い日の日がこんな短いものと思わなかったあなたの腕の5分進んだ時計にも慣れ出たガンガン棒に隠れるようにそっと二つ重なる待ち焦がれてた意地悪な甘さももう一つねだったそのうちより今のうちこの気持ちも今のうち淡く淡く翡翠のよういつかじゃなく今がいいあなたがくれた確かな言葉
宝石より重く永遠だけは見えないものだからないものも知れない何を歌わず何を信じずに生きるのかこの中での悩み方はいつとさえも手られずしとしと降る雨が、少しだけ止むまで待って振り向くのを期待してもう一つ骨だった私たちは今のうちこの気持ちも今のうち開かない泣かない翡翠のよういつかじゃなく今がいいそのうちより今のうちこの気持ちも今のうち淡く淡く翡翠のよういつかじゃなく今がいい翡翠也是来自于青瑶的啊？什么声音？等一下，为什么他又有装潢的声音？好讨厌哦！他这样到底是装哪里啊 ？Seven 还想加3200 ，Seven 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对，要结婚了，乖一点，假装买打折。奶粉很开心，是不是？买16罐奶粉送 PS5，是不是？瞒天过海，不是送 PS5那种网络分享器，因为老婆用到电脑，她也会阻止啊。好了，没事。结婚了，有小孩了，总是要稍微的开源节流真的很重要啊。然后司马你对老婆。对呀，10万的新电脑是不是？说到这个啊，我们家的新电脑，我大概还有最后3位凶手没有抓到，我会把你们抓到。等我忙完这一波，一一把你们揪出来，跟你们说，谢谢啦。看看这个华顺的迪卡，真的超级感谢。哇，说时迟，那时快。落伫咧地卡边倒咯，教官，咧泼啥水落咯，教官，咧炸啥教官？我看到无？真正是这，就沙趴就水这来咯。感谢13教官的降落。我上次教官降落的时候，我就问教官说：“教官，我甲你问一下，你有听讲人叫你炸啥还是教官无？”然后教官很可爱，他回我说：“哦。”有听过那个啦，杂沙啦，但是没听过人家叫台语的教官。我讲嘿，不要紧，我听过，我今麦就给叫教官你好。谢谢你的降落，感谢教官，教官开台辛苦了。而且，来，我们教官目前也是在3D 募资中哦，然后把页面贴给大家。
而且其实已经达标了，教官超赞的，哇下脆了教官真的超赞，而且寄出的周边商品也真的香到爆。我把页面贴给大家，等我一下。谢谢13教官带领着他的伙伴们的降落，我们13教官目前也现正集之中呢。来，行动代号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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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垂涎欲滴的滴滴滴滴，嘿，流口水的那个滴呢？谢谢你的降落，来也把页面贴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那目前其实教官已经达标了，超级厉害，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4天哦。好，最后的54天可以把握机会参与一下我们这次教官的3D 行动，好不好？真的是奖品丰富，而且达标之后，我们就有香的教官的演唱会、调酒什么的都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哈，是不是够原创曲哦？哦，哈那优美 L2D 的造型哦，真正有够水，有够下拍的大字，好不好？大家支持一下，来支持起来，来教官3D， 好，刚温刚下都啦。我不是故意要卖药啊，教官，我只是被他们玩坏了，你知道吗？教官，你知道我520那天到底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吗？就明明我520就寄出了那个台语的语音包，我想说日本频道喜欢玩一些台语梗嘛，然后就把台语的语音包想说，可以推出跟大家算是推广的台语，然后有一个甜甜蜜蜜的过节的感觉。结果不晓得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卖药台。哦，我的天哪 ！Oh my god！ 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宣传，我超猛！教官姐姐，我跟你说，我这个还真的只是小 case。我们怎样教官知不知道尹春兰老师？那行，您怎样尹春兰老师？你们去点开尹春兰老师的那个工商服务。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就是一个该怎么讲？要是我刚刚那样子在尹春兰老师面前讲，会变成什么？关公面前耍大刀，知道吗？会被他电死。好了，工商服务时间我真的不及尹春兰老师啊。对，他以为会靠吗？我尽量学习了，他以为会靠。而且谢谢你们的降落，趁着教官的降落也顺便宣传一下呢。嘿，马西拉刚胸口的时间呢。来泼下吹嘞！咱伫咧迪卡马被3D 募资哦，所以最近大家都是3D， 好不好？也谢谢教官带领着伙伴的降落，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咱刚生活时间要继续落去。就是咱迪卡囤足期咧，我本人呢，伫咧后礼拜3暗时8点咧5月28号，5月28号嘛是咧开启3D 募资活动哦，来泼下吹嘞哦，水哦哦，这个活动呢就是猪猪嘿。想要稍微的寄出，不是稍微，我们的团队已经肝都没有了，不是稍微，连一点肝都没有了，我们的肝也都没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5月28号晚上开启的募资活动，谢谢啊，谢谢姐姐，谢谢教官，也希望早日达标，我们会加油。然后我们会寄出，真的是在这个台币圈，真的是非常非常台。非常非常本土，然后也关系着一些文化传承的一些内容，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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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如果有达标的话啦，可以玩得非常的疯，非常的盛大，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共襄盛举我们这一次的募资活动。那这次的募资活动呢，猪猪真的肝没了，声音没了，我的胃液也没了呢。为什么？我的胃液最近一直疯狂冲上了我的喉咙，害我没有办法唱歌，花了发。对，但是没关系，这一波忙完，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休息，喉咙一定会恢复。对，但是现在我跟大布老师会冲到最后一刻，因为大布老师的肝也没了，你知道吗？是我们咸丰兄弟布袋戏募资，哦，如果有机会可以跟霹雳合作，也是很期待了，好不好？有种听到家里老人放广播电台没有错就那种感觉呢。对对对，所以就是总之呢，也很谢谢最近知道猪猪有要可能难得会在晚上出现。然后开启这个3D 募资的这个晚上8点这个时间，也很谢谢愿意自主降落的 B 朋朋们，还有就是愿意一起过来共襄盛举的 B 朋朋们，好不好？我的天哪，就是努力到整个人都没了，对，但是我们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呢。即使不成功，至少努力了啦。不成功变成猪，我本来就是猪。好，谢谢大家。对啊，忙到自己位置到那条都不知道，整个声音哑到不行。可是我觉得 OK，
hold 得住。毕竟早睡早起的我，努力健身的我，其实这些病痛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因为喉咙迟早会复原。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努力还是要把它 hold 到最后一秒。对，我觉得高几率我跟 Double 老师大概在5月28号的上午，然后会一直可能东弄西弄到我们开启的前1个小时还在弄呢，我觉得啦。你看连5000老师的肝都没了，你知道吗？我们的肝过了就不再会了，没有错，我们的肝真的都没了，好不好？对啊，说真的啊，B 鹏鹏在办这些活动，真的不晓得会不会成功。我相信就连13都了解那种感觉，可是真的会很紧张。但是我们只能做好万全的准备。对，我们也先恭喜我们13教官已经成功达标了我们第1阶段，好不好？希望猪猪有好成绩嘞，希望呢，我也继续加油啦，好不好？谢谢教官带领着他的朋友们降落。来，感谢你们过来听歌。那我们接下来也是再继续唱几首歌给大家听，在这个悠闲的午后。来，最近这首歌呢，我觉得也蛮适合体现我现在的心情诶。これがやっぱりこれだね。忙到快死掉了，你知道吗？忙到快死掉了。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浮かがれ消える過去も随伴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子も寝びて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視界と土になれるかな茜虚構の土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た自転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を変えるなら今日変えなきゃ分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乱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きっと満たされたいと願うから爱梦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我们的爱梦妈妈爱梦谢谢过来听台哦今天是胃食道逆流烟嗓低咖请多多指教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靴紐がほどけ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手な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たしっ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見つめていたからベッド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パソコン
かり10階の部屋の生活音インターホンのチャイムの音耳を塞ぐ鳥がこの少年見えない敵と戦ってる特徴一間のドンキホーテゴールはどうせ醜いものさ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冷たい人と言われたから愛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きるのは人のぬくもりをしてしまった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あなたが綺麗に笑うから死ぬ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はきっと生きることに真面目すぎる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まれた世界を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きてる世界に少し期待するよ啊，诺诺，诺诺奶奶，诺诺，你这个月吃芋头呢？诺诺，你下个月也吃芋头呢？诺诺，你知道吗？你目前要吃到下个月哦。诺诺呢？不知道诺诺知不知道自己被迫害到下个月了？感谢汉克老师加入了猪仔专员，谢谢你，感谢感恩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今天胃食道逆流的朱迪卡倍感欣慰。OK， 午安哦，汉克老师，开台吃吗？你也太乖了吧！你居然还选择开台吃，只能说大佬的爱没有白费啊，是不是？果然大家都爱诺诺，我也好爱呀！你已经知道了是吗？你为什么会知道？来，诺诺。没事的，诺诺。总之呢，你是确定会吃到下个月，但是会不会还有下下个月呢？这个姐姐不好说。感谢大家的降落，有一首歌想推广给大家，一点歌叫做我要去找一下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找到了之后呢，就可以唱给你们听。这首歌就是这个。对，虽然说我今天烟嗓，虽然说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唱，但是呢，我还是会努力去诠释的。因为这首歌的老师实在是太过优秀了，即使可能烟嗓唱不上去这个，但至少我们尽力要去好好的表现这个咯。你们说是不是啊？紧接着要为各位带来这个好了，我把伴奏开出来。我记得这个伴奏很像应该在这里，没错，果然是这个就是这个啦。撒波朗指数光，我们阿潘老师，我们去年发行的作品哦。风轻轻吹过，咱流真济，风若是吹过，等一下有这么高吗？
不需要这么高，我记得不需要这么高。等我一下哦，太高了。对，这样子就好了。おでん你拉塞，谢谢おでん。おでん感謝你的赞助呢。风轻轻吹过，流真多，风若是吹过，时间剩无多。无话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顺陪。虽然有藏在心内，嘛悄悄放予过。风轻轻吹过，流真多，风又愿吹过。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真正的成家。台管地甲我困袂落去，有时想袂到，找朋友嘛歹相找。查某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搁吞我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空的迄个，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查甫人一首歌啦，扛一整首啊。风轻轻吹过，流真多，风又愿吹过。你我时间剩无多，无想过咱真正的成家。台管地甲咱困袂落去，有时想袂到，找朋友嘛歹相做。查甫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搁吞我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空的迄个，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不管未来偌大风雨，我唱伞伫这予你靠。管伊偌济起起落落，你勇敢放我飞，莫想遐多。查甫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搁吞我做。咱着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但是有胸空的迄个，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恁一切。诺诺说：“谁在迫害他，就鞭他哦！哇，好棒的福利哦，诺诺啊，你这样子只会让大家更想鞭你啊，傻女孩，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不想被鞭呢？”哇，匆匆一拉塞，然后对，这个就是这个，对我刚找好久，我刚找好久，想说，这版伴奏去哪里了？是月亮先生，谢谢，感谢你们的打 call。然后提利昂、小胖、防弹咖啡，虽然电影版也很棒嘛，还是好这一位嘛，我觉得都很棒啦。我觉得都超棒。不过因为电影版目前这首歌的电影版，我好像还没收到卡拉，对，而且也是毕竟是阿潘老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要卡拉，对，所以我想说就有就唱，没有也没关系，这样子，对，这情人限定的烟嗓。这首歌实在是太赞了，是吗？
我现在就找一些很沧桑的歌。对，我们这一阵子的烟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唱太清亮的东西，但是我们刚好迎合我们非常非常悲情的这个情境，我们的烟嗓期间限定呢，是不是？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这3年来的配信呢，烟嗓真的很少出现。对，我真的要忙到一个真的是过头再过头再过头才有办法出现烟嗓，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要好好把握。来，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适合烟嗓，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们家面线可能最近听我唱已经听到有点腻了，但是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每次就一定要好好的榨干它，榨干。我们的烟嗓跟这首歌完美哦。半暝仔的包厢，我忘记删去了，忘记删去了，等我一下，忘记删去了。来自我们歌神许富凯。半暝仔的包厢，相相惜惜。一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事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相信的人就会伤认真。一杯缘分你今生，一杯心酸到好满。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把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伤，一段心酸到位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无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我们出现了黑色彗星。郑重介绍，我们巴郎即将被榨干哦，啾咪啾咪！咸辣果汁机版本超帅。一杯缘分你今生，一杯心酸到好满。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把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伤，一段心酸到位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无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被炸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巴郎活该。一杯缘分你今生，一杯心酸到好满。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把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伤，一段心酸到位藏。喝醉了继续梦，醒醒了继续梦。明知影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莉亚大人，伊拉塞，欢迎来见证巴郎被榨干的那一刻。物理超度巴郎。
来，我们的八郎，这是有典故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就是在频道里面常常喜欢唱台语歌，那即使我可能台语不好，我还是常常会三不五时来讲一个台语耶，对，想要跟大家一起研究台语之类的嘛。那变成说，本频道其实很多熟男们，他们台语是比我好的，所以基本上是他们看着我成长。对，就是我有些音啊、咬字啊、合口音啊、促音之类的，很多很多都是我可能有些讲不好，或者是没练灯的时阵，他们会纠正我。对，然后因为我们很爱唱台语歌，某一次我们就是在唱台语歌会的时候发现，那台语歌来的定定有八郎，你刚听有？在台语歌里面常常会出现八郎，就是别人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位有一位观众叫胡说八道先生呢，对，他就说不晓得为什么就从他开始，他就打了八郎，1、2、3、4、5、6、7、8的八郎。他说这个八郎真的怎样怎样，这个别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八郎，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在频道还特别开启了八郎歌会，然后我们就是观察八郎这个人设，哇靠，纨绔子弟，然后又给人家内偷哩，对，像刚刚那首歌《野新兵一给我八郎》，它是一个是内偷哩版本的，对，然后还有纨绔子弟版本的，还有高富帅版本的，还有吃瓜版本的，基本上在台语歌里面出现的八郎，哇，人生胜利组诶，基本上都是人生胜利组。对啊，所以就觉得很像我们找不到八郎不好的下场，我们只能把它归类为他就是个人生胜利组，那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呢。对，给人家内偷哩，然后又有钱又高富帅，引起了仇富族群的不满。对，于是我们常常把他丢进血肉果汁机里面搅得彻底。就是安呢，回到地狱生存者いらっしゃい。初見さんじゃないよね、君が。胡说八道，八郎是胡说八哦，因为八郎是从胡说八道开始的，所以从那一刻我就跟他讲说，好，从今而后你就叫胡说八郎先生。对，然后他那几天还真的有改名字，他就变成胡说八郎。我要笑死。来，另外一首有八郎的歌推荐给大家。来，我们像烟嗓限定，烟嗓限定唱唱这些八郎歌曲，非常的适合。那么萧煌奇老师新来武江嘛，那是有八郎哦。我又忘记升 key 了，等我一下。要升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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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每日片初见。幸福亲像最后一盘那看袂赴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破路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这句话使人就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真情，等你害我孤单。我的心内有针的花线无声，我就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口咬着你的香，双手握有你来苦化，虽然一张空，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针的花线无声，原来爱一人苦空无卡纸，别人的话都不听，一心戆戆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
山对面顶咧看，来胡说八道先生现身，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句的雄雄拍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爱有这要话煞无声，目睭来起着大影，叫我莫明白。胸口留着你的香，像像目有你来靠岸。虽然一场空，往事嘛已经有结果。我的心爱有这要话煞无声。原来哪爱一人苦空无甲遮，别人的话拢唔听，一心懵懵对你行，爱心甲着彼空苦涩的情歌。说人人道，胡说八道先生。我的心爱有这要话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不愿予人看。胸口留着你的香，香人烧玫瑰的香。虽然一场空，往事嘛已经有结果。我的心爱有这要话煞无声。原来哪爱一人苦空无甲遮，别人的话拢唔听，一心懵懵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哦，胡说你好，我们有胡说，我们也有八道，我们也有八郎，我们今天好热闹，有胡说，有八道，有八郎，我的天哪！谢谢大家，来看看这个八郎多不应该，不是纨绔子弟，就是内偷哩，不然就是吃瓜，啊，你讲对，是不是？喝口水。谢谢大家，今天是胃食道逆流烟嗓迪卡限定，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适合唱一些悲情的歌曲。我真的觉得好好的一些情歌都回不去了，你知道吗？就连萧煌奇老师也变成新人类了 ，Oh my god！ 其实你知道烟嗓有一个日本歌姬很适合呢，就是在烟嗓的这段期间，这位日本歌姬的歌特别适合。来，这位日本歌姬的歌，现在我们烟嗓限定，把他的歌开出来唱一下。違う、これじゃないわ。いや、ひらがないらないわ。あった。来，先说这首歌呢，烟嗓的关系可能会翻，但是又觉得很想玩看看。Please tell me, I how to tell you. Please teach me, I want hear your voice. 我们 A 美，对我而言，她是超级烟嗓歌姬呢，超级烟嗓歌姬，献给大家 Ray Ian， 各位新人类 us。時のことがまだ響く間博多の言葉
胸に閉じ込めた記憶の色が滲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立つよがりで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ぎた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没错，新人类觉醒吧。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やってて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遊戯に見える。ものこた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うだ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を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る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这是吧，新人类们，弟弟绿岛，嘿，久しぶり，ありがとう、来てくれて。投げ捨てられる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臆病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晒せばいい。掴む希望も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た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してくれる。
西斯格拉伊拉塞。我跟你说，度过了异色的蔷薇或者是赤红的蔷薇都好，你会发现之前觉得很高的歌都不高了。越级打怪，你知道吗？今天演嗓要打怪那首赤红的蔷薇。希望のつぼみ咲くよ。我靠，老娘今天演嗓我没有办法丝滑，等到老娘的声音回复，我一定顶到顶，顶到他流血。我跟你说，没有了，我没有开车啦。赤红嘛，我跟你讲，我想要把握我们这样的演嗓，我们多唱几首我心目中的烟嗓歌姬最棒的 A 美，是不是？我没有开车，真的没有，真的相信我。春が行く，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异红的蔷薇真的是太高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完全不觉得 Rei 很高了，你知道吗？老娘会突破它，我会找到突破点，等我，等到我不烟嗓的时候。哦，それでも手を取って隣に佇んで初めて抱きしめた形。欲張って悲しみを抱えすぎていたから幸せをどこにももう持ちきれなくて花びらを散らした風が扉を開いて変わる季節。しんしんと降り積もる時の中喜びも苦しみも等しく二人の手のひらで溶けてゆく微笑みも儚いもあなたのそばで消え去ってゆくことも一人ではできなくて弱むして身勝手な私少ない影を背負って約束の場所は花の飾り罪も愛も帰り道春は行く輝きはただ空に眩しく私を許さないでいてくれる壊れたい生まれたいあ
してる。あなたのここにいる。あなたのそばに、その日々は夢のように。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演嗓，成就了更有味道的 A 美歌曲。我认真觉得演嗓唱 A 美的歌真的还蛮适合的。其实演嗓还有一首歌很适合可是我这个就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对，因为这首歌蛮难的呢。无要试看卖啊无？月の曲、月さん？月さん、晩さんか、わかる？哦，这首歌也超级适合演嗓。翻车就翻咯。君を流すから。等一下，过去了！再一次，太快了，我还没插入，你怎么就进去？不是我到底在讲什么？你怎么好？没事，刚被盗。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我没有讲奇怪的事情。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味気ない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だってなんてか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て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や。我没有开车，我没有超速，我没超速。好，车手交给你了，牛妈，好不好？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痛くな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なん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た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何万回の夜
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トゥルルトゥルルルトゥ赞啦！只有伴奏配上烟嗓，轻快、开心、爽快。对啊，这个伴奏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今天其实也是随性点，想说我没有玩过这个伴奏，玩看看。我知道为什么了。其实晚餐歌对我而言，它难驾驭也是在于说它高低音起伏也很。その段差激しいね，就是它的高低音起伏，其实那个段差也蛮大的。所以我刚才想说，我可能也会翻，可是居然没有翻，为什么？他妈，我真的越级打怪了。那个易红的肠胃真的太高，对，所以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晚餐歌很高了，你知道吗？希望のつぼみささぐ对，真的点到天灵盖了，真的要等到我声音丝滑才有办法顶上去。我知道原因了，很好。因为我今天就在想说奇怪，因为其实我今天在开台之前，我稍微试着唱了一下。那一天录音不是坐着是站着，你知道吗？有些音站着才上得去，气死我。对，因为我是一直只要有一些歌我不顺，我唱不上去，我就会不爽，我就是反复去找原因。对，我不会放弃，我就要顶到他天灵盖，顶到他胃食道逆流，顶到他流血，你知道吗？对，什么花了发朱蒂卡怎么可能唱不上去？我知道原因了啊，那天录音我是站着啦，这个有差。我那天是站着，难怪唱得上去。可是基本上，其实那个音，这个音，如果今天没有烟嗓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坐着应该也是上得去，但是没有办法像是站着这么顶上去。我哪知道那种感觉？对，所以坐着唱歌，对不起，坐着唱歌跟站着唱歌，其实轻松度有差，力度有差。哦。稍微找到了一个原因了。好，赤红的肠胃都这样的。等我把声音回来，等我的烟嗓不见了。虽然说我的烟嗓不见了，会觉得蛮寂寞的啦，因为 A 美的歌唱起来就完全没感觉了。对，我那天录音是站着录音，因为基本上录音都是站着居多，有些音你有办法去呈现的音域会比较广。对。可是老娘，我跟你讲，我下次我就是要站着征服他，我就是要坐着顶他，顶到他流血，顶到他盛开，顶到他赤红。我旗插这边，来，下午4点，5月23号，我旗插这边，我要坐着顶红他，面线们帮我见证，好不好？等到我的烟嗓不见了之后，我没有开车，人物精气神神。硬师，你自己说我有没有开车？我从头到尾都在那边就唱歌，对，就是很正直的唱歌。也许汉克老师倒立更有用是吧？不是啦，不要这样啦，我倒立我还要重新架麦，很累呢，很累呢，你各位。为什么？不是啊，而且坐着的直播，对，对，我跟你讲，这个肌肉呢，真的可以让我们的音域变得很广，可以顶得更上去，好不好？老娘旗插在这边，等到我烟嗓不见了，我的声音恢复了，我要坐着顶开它，对，顶到它求饶，好不好？这首歌，好不好？嘿，我不会放弃。坚持说不说话，不是，你们知道，对一个高音驾驭非常有自信的人而言，这高音顶不上去，多么的屈辱吗？苦之就くわかる。あの日、ティカが思い出した。それは何だっけ？そのセリフは何だっけ？忘れちゃったけど、屈辱。とりあえず、屈辱。
老娘今天烟嗓，我跟你们说，我就连这首歌都要唱看看。来，有点色。等一下，这位是哈雷先生吗？好嘞，好嘞。没有，我今天真的没有开车，只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一直觉得我的高音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可能擅长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的烟嗓我顶不上去，我真的觉得很屈辱，你知道吗？コツチョク，わかる？コツチョク。あ、行きましょうか。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となるけば永遠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体温の悪魔、僕はダメってあいつはいいの等一下再次ごめんごめん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永遠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体温の悪魔、僕はダメって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さだけが逆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なんだから鳥のように羽がどこへだって行けるけど帰る場所がなければいいとどこへも行けない、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を守るよ、間違えたとしても疑っ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だ、鉄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な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説明だ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だ、僕らはなんて宇宙バカなんだ、烟嗓的恶魔之子还不错哎，好烟嗓哦，既烟嗓又无奈，又悲观，又壮阔。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の崖、捨てたものの仕方で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正義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什么什么什么不对劲？什么？阿英是怎么了？你们在讲什么？什么不对劲？阿英是
广义，你知道吗？在一堆不对劲的人里面，真正我觉得阿义是应该是刚忙完，或者刚包完烧麦过来，然后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他现在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吗？因为我的锅，因为我的锅是吗？不要这样子，我今天烟嗓烟嗓不是我的锅啊，是不是？烟嗓是吧？胃食道逆流的锅，我的胃酸把我变成了烟嗓，气死我！粉碎推，哪一天我要是被粉碎了，请记得告诉我的家人，我很爱他们。哪一天我要是被粉碎了，请记得告诉我的妈妈，女儿不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对，我妈现在还是对，等一下，不对，我想一下，我妈没有白发，我妈真的黑发，她真的没有白发，很厉害。我白发吗？不，我紫发人哦，黑发人送紫发人，女儿不孝。请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离别总是那么突然。等一下，为什么你错了，怎么会是这个我的气氛都不见了。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朱迪卡不愧是你，只有你可以超越你自己，我的天！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我没有坏掉我的气氛都不见了。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尘，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是该沃克先生伊拉塞，欢迎来到烟嗓歌会，谢谢大家。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一生无人可见，想你永生执念，用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尘，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尘，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
刚刚准备好的气氛都不见了，我怎么会复制到网址？怎么会这样子？我鸡皮疙瘩亮哭啦！你好，是该我操哦，不是我操，对不起，是该沃克。是该沃克先生说歌声不错，不认为是烟嗓，我自己定义的烟嗓啦，对，因为总之就是胃食道逆流呢，加上之前的感冒，对我自己定义自己现在是烟嗓，烟嗓限定。超准的，怎么会复制到网址？我现在想起来，怎么这么准？还是说，其实你们根本没看到，是我自己反应过度？只要我没有反应的话，其实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是开玩笑，对不起，是该我克才对。不是啊，从今而后，如果不嫌弃的话，你是可以变成是该挖臭这样。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好啦，本频道的观众常常就是出现就被改名，而且我真的是不是故意的。例如我们的阿印师，他明明叫做广俊，可是一来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就以为是广义，然后从今而后他就变成广义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的开关先生，他明明叫做开开，可是我就眼瓢，我就想哦，开关您好，然后从今而后他就变成开关了。他说啊，四该沃克先生，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也可以变成四该瓦操。好，对，但是我觉得就对这个就是比较看缘分了，有缘分就是大家对再来互相相聚一下这样。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该画照。好，总之是谢谢四该沃克先生，不是四该我操，好不好？对。看看你们把我变成什么样子，看看你们把我变成什么样子。不是开云短不是我的锅，开云短是开关先生自己玩出来的，好不好？这是该挖操，他是考虑了，不生气的话，我们是该挖操，对，就是可以，就是稍微成为我们的初见礼物啦。如果不嫌弃的话，救命！好，时间来到了4点14分，我没有擅长给人家改名，这叫天时地利人和，好不好？嘿，谁知道就是这位沃克先生一来就变成挖操，我不是故意的。既然今天都烟嗓了，我们把握烟嗓期间限定，因为搞不好下个礼拜就生意就恢复了嘛，对不对？我们把握烟嗓期间限定啊，我们来尘归尘，土归土一下。好，我这次没有复制到网址了，没有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沃克先生，申し訳ない。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カナルら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待って、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最後のザドス舞い上がれ、ダンスとダンス、足と足奏だえ、願いの破片よ届け。不要再头又给了3个，你的腿断的还不够吗？3个。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
すべて間違いて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奏え願いの破片よとは大波老师，大波老师，你怎么跟他们和在一块？大波老师，没事的，曼兄大弟，你什么都没听到，没有什么头油给，没素不巴给嘛，没头油给，吼，什么都没，吼，什么都没，嘛没汤啊给，吼，你是巴肚枵后啦，这摆是4点尔，你巴肚咧枵。欧len先生，既然你身为欧len你是不是应该尽一点欧len的责任呢？欧len先生。任せてよ。おでんさん、わかる？またわかってくれるよね，おでんさん。尽点おでん的责任吧。这首歌回不去啦。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さよなら中断愛になれたとた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奏え願いの破片よと谢谢大家。那首歌不晓得为什么有点从拉咪咪变成了头油给之歌，但你们要相信我，它的正名叫做 Last Studios わかる Last Studios A 名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みんな卖个头油给四五大给加当蒜头给四五大给会不会加当蒜头给等我一下。头油鸡、素不拉鸡、阿刚蒜头鸡、素不拉鸡，食个会补血。阿刚蒜头鸡，食个会啥开鱼？够啥？土豆、北港的土豆，食个暖的土豆。够啥？啊！你真的老是救我，我不会。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卖药就算了，卖广播头油给 ，last 头油给不是最后的头油给，不要这样子。哦，提醒播完去，等一下为什么三哥你知道？提醒播完去，丢，最后的头油给真正好食个会大记。这个是我小时候听过的那个广播呢。对，连嘎，等一下，喵喵总裁你怎么会知道？超好导护。哦，我的天哪！你们不放过老师，他们不放过我。老师要买尹成老师的台语广播剧了，
我跟你们讲，你们喜欢这边一定要去找听春老师的广播剧，紧紧买起来就对了啦。你们听我讲，听刚都没认到，我讲的又没有像品春老师这么专业，你们去听专业的啦！啊！救命！很熟吗？以前教会吗？小蜜蜂你被来了。而且老师，我刚奇才在这边，两位老师，我说我今天烟嗓。我没有办法丝滑的让那个异红的蔷薇变成赤红的蔷薇，我顶不上去。我今天他妈我旗插在这边，我下次我一定要把它顶上去。等到我烟嗓不见之后，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不对，我现在是坐着唱，难怪顶不上去。录音的时候是站着，你知道我多生气吗？我有高音上不去，我就是会这么 care， 我就是这么生气，你知道吗 ？Key 咖啡戏，嘿，这个大波老师知道。嘿，我只要高音上不去，我就会想说奇怪，花了发为什么高音老娘上不去？我想，不对啊，我录音的时候是站着，对，而且现在这么烟嗓的状况下，当然站不去。而且刚刚异红的蔷薇上不去，我就觉得事有蹊跷，不太对了，不太对。所以我今天故意操着烟嗓，就唱那些我之前认为高音有点难唱的歌。哇靠，觉得非常异常的好唱。为什么？越级打怪了，因为异红的蔷薇真的太高了。突然觉得有点宽心，说：“对吼，真的是比较高一点。你倒是站起来呀！好，来，那站起来，那今晚就站起来，等我一下，那今晚就站起来，来，说站就站，那大布老师一句话，我今晚就站起来。这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梗是什么吗？萌萌，站起来。”萌萌，站起来。好，不好意思，画风突变，志玲姐姐。等一下哦，不是啊，老师，我站起来面部不知道抓不抓得到？等一下。我现在麦克风离我有点远呢。一人站起来。菱角好吃，小蜜蜂一堆好料的，你们太懂了，你们古老先生是不是？这样就连接到了赤壁啊，是不是？站起，但是好像，等一下，我这样麦克风离我有点远，而且面补不到我。我精密干练。是不是站着就有？为什么我坐着就没有？花了发，我不相信，为什么站着就有？不好意思，我现在先不当萌萌，我现在坐回来，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美丽的脸庞，不然刚刚大家看到我是中风的脸庞。为了让大家看我美丽的脸庞。为什么坐着上不去？shit！ 好，对不起，我真的太气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坐着的声音为什么上不去，我站着就可以。来，我们声音老师大宝老师，我们先来帮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老师，这是因为我们肌肉丹田的问题吗？共鸣腔要拉开，我们是时候要把异红的蔷薇顶上去了吗？各位兄弟，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我现在站起来，我们顶得上去，我要让它开满鲜红的颜色，可是我的脸会很中风。我的脸会很中风。站着真的上去了，老师。深度你知道吗？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就是我们在录卡夹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肚子饿的猪猪，因为我是一个吃货，然后吃的很多，可能代谢也不错，所以加上我在健身，所以其实说真的也胖不太起来。对，因为真的有事情也真的太多，太忙碌。然后之前在录卡夹的时候录，因为我们一定会反复录很多次嘛，那一定会就是说多录几句素材，然后看说大宝老师或者是草草那边有什么想要拼拼凑凑的。然后录到一半我真的饿了，我真的没有力气了，然后就被草草跟老师叫起来啊，猪猪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加油，再撑一下。站起来真的超顺的，这样唱歌你要唱这些顶上去的歌，你真的只能站起来。
我要当萌萌了，感觉先不用面补了吗？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今天站起来，如果只能让你们看到我中风的这一面，我没有办法接受。于是重头戏来了，中风的面部，重头戏来了。既然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看到我完整的这一面，至少我顶上去就好了嘛，重点是要顶上去嘛，对不对？来，踹。我们就用那5月28号3D 募资计划的这个牛妈的心血帮我顶住咯，还好有牛妈的心血哦，帮我顶在这边，牛妈，谢谢你顶着，牛妈帮我顶着，交给你了，牛妈，顶着它，谢谢。我不信邪，我再踹一次，我现在是站着的哦。文文，你知道吗？姐姐最近胃食道逆流，感冒又烟嗓，你知道吗？我游戏新干线的那首歌，我一直顶不上去，我很挫折。为什么？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的高音基本上我都还蛮有自信的，但是因为烟嗓，然后可能感冒，我今天好挫折。我想说，我怎么顶不上去？我真的是一只没用的猪。然后呢，刚刚大布老师知道了。他跟我讲说：“你倒是站起来看看呐！”我说：“好嘛，我就站嘛，我唱看看呐。”哎，还真的唱上去了。对，我最近真的很乖，没有吃鸡排蒸奶，好不好？烟嗓很棒吗？为什么一定要站着，我才有办法顶到它鲜红？不行。我们都来了，大布老师也在这，我顶着，我要顶上去。原来是因为我坐着，对，一切的谜题都揭晓了。我录音当下绝对是站着的，对，站着真的比较好唱。为了不让大家看到中风的我只能请刘妈帮我顶住我的脸，因为现在面补补不到我很中风。于是，我请我们3D 募资计划的 DN 帮我顶着。你们看不到我中风的脸，但至少我们一红的蔷薇，今天我要把它顶出鲜血来，交给我。在哪里呀？在这里，姐姐，谢谢啊，帮我记得哦。谢谢大布老师，果然是王牌制作人，他知道猪猪的问题在哪里，站起来就好了，只要像个萌萌站起来，搞不好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试看看好了。你等我一下哦。只要像个萌萌，只要生而为萌萌，我们就有可能顶到他。头部血流，试看看吧。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悲劇が生まれ3年目よ少女人生两个人常有居民茶杯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究竟这个朱蒂卡是否能在成为萌萌的时候，把一红的蔷薇顶出赤红的蔷薇？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里。大宝老师，不对，我不能拥抱大宝老师。娘娘借我抱一下，娘娘你给我听到。大宝老师淫魔，娘娘给我听到，外边娘娘，我要拦截了啦！上去了啦，顶出鲜血了啦，赤色的蔷薇啦，赤红的蔷薇来了，来成功啊！你这卡的嘞，成为萌萌，我们成为萌萌，我们理解了萌萌，成为了萌萌，谢谢大家。吃了。大宝老师神助攻，大宝老师你是王牌制作人呢 ！Oh my god，我超感动的。你知道我这2天因为这个一红的蔷薇高一上不去有多么沮丧吗？原来是因为我没有站起来，谢谢。果然是我忘记我应该站起来了，我忘记了 ，I forget， 我忘了假的，原来是要站起来，差很多。只能说大宝老师真的很了解我呢。他刚那一句打醒我嘞，你倒是站起来。我就对哈，我好像没有站起来唱歌，原来是这样那个谁，那个娘娘借我抱一下，我感动太开心了好，对不起，但是不能太激动，对，毕竟现在还在演嗓，对，找到问题解决了，谢谢，没有错，感谢见证我们现在一红的蔷薇顶出血的这一刻，顶翻天了，顶到他不要求饶了，好不好？我们总算可以把这个歌单一红的蔷薇变成赤红的蔷薇了，谢谢大家，我来更新一下，谢谢。我一直百思不解，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在录音那一天这一句一次就过？我在录音那天其实被刁的不是这一句，我被刁爆的其实反而是里面的一些细节。这一句不夸张，一次过，真的可以去问那个老师，真的一次过。这一句就那个完之后，我说好，那谢谢，那迪卡我们那个后面我们那个前面再补录一下。我说这句 OK 了吗？他说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快，对。只要站着，一切都好。对，我们要站着才能顶上去，是不是？在阿明那句话，好了，吴杰老师，好了，我总算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赤红的蔷薇放上去了，我感动了。好，我们冷静一下，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冷静一下。在这么快乐的这个氛围呢，我觉得很适合唱一首歌来庆祝一下。我们来唱这首歌，不要太羡慕我，但是迪士尼不排除提出告诉。琪琪弟弟陪我唱歌嘞，羡慕哈！谭新伟老师以及我荒山亮老师携手共同制作的。干杯零好大，送好大家，哦耶！世间遐尼啊大，你何必着卡当在这？社会是有淡薄现实，人爱静落来听家己的声。毕竟我有千关，也袂学会晓吞忍孤单。我袂想爱好家己消化。管阮的世也大，一条路有淡薄歹行，有足多可管的牵绊。感谢你当我边仔的支点，连困难拢成作答。朋友一杯来饮好干，免感觉怨叹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干，明仔再开啦爸爸。认真的赚钱，认真打拼，我甲你做阵行。目屎甲翅福大，面对人生的起落变化。只要咱坚定继续甲行，路行路行路看，虽然知道长路爱行，有足多可关的坎坷。感谢你当我边仔的支点，连困难拢成作答。朋友一杯来饮好干，免感觉怨叹孤单。
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回来饮好茶，你若再开六八八，认真的赚钱，认真后拼，我甲你做阵行。过过了春夏秋冬，听你的也搁有我，做伙拼，做伙拼，有一天会成功，留好名声。朋友一杯来饮好茶，免感觉怨叹孤单。今仔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茶，醒来犹原是我，照常的做来幸福后拼，兄弟人做阵行。做阵行，做阵行。琪琪弟弟超会合音的，不要太羡慕啊！哦，迪士尼官方没有认证哦。做阵行，今仔这条路有你作伴。兄弟啊，不要太羡慕哦。本首歌由迪士尼奇奇弟弟没有和声播出，谢谢大家。奇奇弟弟超会和声，然后这首歌自从被观众说是奇奇弟弟和声，我完全就回不去了呢。达宝老师，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阿潘老师跟我们荒山亮歌王老师，对我真的是对什么样的歌丢给他们。就是有办法歪楼，我真是服了你们，你知道吗？拢是我的骄傲啦，因为是小巴唱的吗？林后达，那薛立本是把他们抓回来了吗？我其实偷偷抓回来，有跟你们说吗？啊，没有啦，不要啦，我怕被告啦。迪士尼很硬的，不要这样子，迪士尼真的超硬的，不敢乱开玩笑。我现在真的是心情超开阔的没有这么开阔过。虽然说我现在还操着烟嗓，但是现在超级开阔，对，开阔到不知道怎么样开阔了。对，大宝是真神，好不好？神一般制作人，对，大宝老师谢谢，我现在心情好开阔，超级开阔，开阔到我觉得可以来唱一首歌。我想一下，心情开阔，我们就是要唱这首歌。真的实在是太开阔了，你知道吗？呵，翻准备喝啊！太开心了，一定要唱这首歌庆祝一下。好，胸会开阔啊！我们饮酒作乐一下呢，是不是？我们请出我们江蕙二姐经典老歌，是不是？太开阔了。林后达，山明海誓，咱等人有酒醉，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喜欢？欺骗了我，刺激着我，石头变烂，才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大。人生行就到，雄雄一水互担。上好水是莫搁我，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这你不免当真我。
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烧酒了解我。三明海誓，咱人有酒醉，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喜欢？欺骗了我，只求着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大，人生行就到雄雄一水好大，上好水是莫告我。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不免动情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烧酒了解我。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不免动情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烧酒了解我，只有烧酒了解我。来一杯沙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找我们的突破点，我们真的顶上去了，这个是今天最大的收获，还好我没有放弃呢。哦，太感谢你们了。然后找到突破点之后呢，我甘愿去休息了。好，我真的甘愿去休息了。等一下哦。哦耶！最好的是今晚的形象来自我们佳慧二姐的经典歌曲呢。对，小时候听我妈听我爸那边唱，然后听到会唱的呢。那这首歌其实也三不五时也出现在咱的频道呢，就三不五时会出现在啾啾的频道啦。这首歌，对，好，谢谢你们，今天是愉快的周五，对。然后眼看着我们的大型活动，也就是我们的3D 募资，也即将要在下个礼拜3晚上展开序幕了吼。啊，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我们爆肝制作的东西，已经大宝老师2倍的肝的碎片都在里面了，请大家一定要过来支持。然后更感谢今天降落过来的13教官，以及一起过来玩的 V 朋朋们。然后更感谢就是最近有收到就是猪猪的邀请，或者是知道猪猪有这个3D 募资活动呢，自主想要就是降落过来或者是过来玩的大家，真的超级感谢。因为我在这条路上，我一直觉得我是超级边缘的猪猪呢，晚上没办法开台，假日更是没办法。
但是很开心，还是可以遇到这么多这么棒的你们，还有大布老师，还有我们的团队的大家。对呀，不到1个礼拜了，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在思考说，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可以更好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老话一句啊，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对，大概就是高几率5月28当天也是早上跟大宝老师在修改什么东西吧，我在想。那个就是我们努力到最后一刻的方法呢。对啊，然后更感谢这次参与的团队，这次的团队真的大家都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等到5月28晚上会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团队到底有谁之类的。你们才辛苦了，对，就也很不好意思，就是的确是最近比较累一点，所以一直操着烟嗓跟你们大家打招呼呢。对，不过其实真的快复原了，不用担心，大概下个礼拜吧。最开心的是今天我们顶上去了，顶到它鲜红，顶到它不要，这是我最开心的。原来只要站起来啊，遇事不决，站起来唱就对了嘛。我怎么忘记了站起来这个像最厉害的武器呢？对啊，完全忘记了，可能因为最近太忙了吧，自己都忘记该怎么唱歌了，明明学过的却忘记。这个时候呢，我们录音师或者是那种配唱老师就很重要呢。刚刚大宝老师就做了一个配唱老师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引导。对啊，你要他站起来哦，站起来马上通的呢。大宝老师是一个超级可爱的人，真的。好，谢谢你们，谢谢。然后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工作讯息。迪迪瑞德，感谢你加入28个月的神猪接力，也谢谢你们。然后最近就是又是烟嗓啊，又是金汉的万宁板高的，超闹的。但是不愧是我们家面线哦，都是我的骄傲啦。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本土，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到这样，我真的觉得不枉此生啊，不枉此逼生，你们知道吗？怎么样都可以玩成这样子，真的是不愧是你们。有那种站立直播之类的。我觉得有机会耶，下次我们来试看看那个站立歌会，然后我可能就是一样用那个直视直播的方式，对。但是在那之前，我的麦克风跟面部可能又要重新设置，好懒惰哦，不要好了。就是可能唱起来会比较轻松啦，可是就觉得那面部要重新，真的麻烦了，不要的。我不能坐着比较轻松。有可能因为这样就放弃了，说不定好啦，再看看好不好？总之我们今天赤红的蔷薇真的完成了，然后总算可以交差，也不是要跟谁交差啦，是要跟自己交差啦。对，因为毕竟这一首歌是猪猪唱的，怎么可以唱不上去的？让我差点忘了，我录音的时候是站起来，站起来马上就唱得上去了。怎么会忘记这件事情啊？好，总之呢，累得半死，但是我们很踏实，对，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也请各位持续支持我们到最后一刻，好不好？谢谢你们。然后，好，你们等我一下哦。好，感谢你们，感谢大家的莅临。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降落过去找艾梦一起玩吧，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总算完成了4红的蔷薇现场完整版了，好不好？那未来相信我时不时就会再开出来唱，对，毕竟就是有机会合作到这首歌，我会把它更加的完整化。珠子，感谢加入35个月。我跟你讲，你们要看我们的时间轴，珠子+1就是现在我开会员多久，知道吗？
珠子加一，珠子的几个月加一，就是我现在开会员多久。但是你们要看更准的时间轴，的底咧布鲁斯利口大哥呀，就是正正确确的数字呢，以布鲁斯利口大哥中央五为准，就是他正正确确的数字呢。如果以上的就是时空旅人，你知道吗？感谢大家爱用绿界，加本频道高阶会员，目前最高已经加到51个月，不52个月了，不愧是我们塔瓦，来破下出一轮。本频道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时空旅人，前5名全部都是时空旅人，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至于时空旅人怎么加入，我们本频道下方资讯栏马上就有绿界，1个月、半年、1年卖场，欢迎大家爱用绿界加入本频道高阶会员，或者您善于迫害你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不要紧，本频道也为您悉心准备迫害卖场，不管是想传情的、傲娇的、讨厌的，3000块花下去，马上就如同坐标一样的百发百中，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以上是朱迪卡高阶会员的工商服务时间。什么？你说不够本土？不要什么都本土啦，会腻啦，是不是？单月贸易拉赛，大哥是基准点，对，再10天就36个月。好，我就等我们珠子，他说再10天就36个月，好不好？我们的珠子也即将要变成中央五了，好不好？我们珠子，珠子，谢谢你。我最近烟嗓，对，但是还好险，今天我们烟嗓还是有把我们这次风色幻想的插入合作曲把它完整化了。对，感谢大宝老师的协助，感谢我们面线帮我找很多突破点，好不好？2027年，对，你是时空旅人，知道吗？本土，我们家珠子，它是本频道的泛黄，不，已经黄到已经快要变偏红色的面线，你知道吗？超级老面线，当然不能说老，超级熟面线啦，好不好？本频道超级忠实熟面线，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总之5月28号5月28号暗时8点，那3D 募资真的要正式启动了。嘿，这迪卡已经没应该拢烟嗓啊，没应该胃食道逆流啊，不应该感冒咯，但是不要紧，身体会恢复，烟嗓会离开。但是我们的3D 募资呢即将展开，这个很重要，这就重要哎，好不好？下礼拜3晚上，欢迎大家齐聚猪猪频道，好不好？谢谢大家。切片尾艾莫，我要来找你了，艾莫，艾莫啊，